大家好，我係 Terence。上次我都拍咗個 podcast 啦，咁有啲觀眾朋友啊就私信我，同我講話，喂，幾好啊呢個模式，可以係就咁去到聽個影片，咁亦都可以得到一啲嘅資訊內容。咁所以咧，我就即刻製作下一個嘅題材。其實呢一個嘅題材咧，我係喺上星期嘅時候啦，就有個學生啊，咁男學生嚟嘅，咁佢問我，喂，做啲乜嘢運動先至可以減肚腩啊？咁我見到咧呢一個嘅問題，其實都係不斷咁樣持續咁樣碌住落去㗎，係不停有人去到問我㗎。咁所以咧，我又想喺 podcast 呢度咧，同大家去到講一講解。咁咧，佢就話佢嘅肚腩咧，其實就好容易咧，因為食多少少嘢啦，咁就會長大㗎啦。哇，真係好犀利㗎！咁脂肪咧，其實又會係傾向下身比較多啲嘅。但係咧，你單睇佢嘅手臂啊同埋面咧，其實一啲都唔會覺得佢肥㗎。咁我首先由最常見嘅問題去到講起先啦，例如瘦手臂啦、瘦肚腩、瘦大髀。咁坊間咧，你會見到你可以揾到好多資訊㗎，做特定嘅動作就可以瘦到某個嘅部位㗎啦。咁通常仲會有一個嘅組合添㗎，好多個唔同嘅動作做晒嘅話咧，就會瘦到某個嘅部位㗎啦。咁聽起嚟咧，其實好似好合理嘅，係咪啊？因為你肥邊個位置，咁就去喐邊個位置，咁嗰啲脂肪咪消耗咗咯。但係實際上，我哋身體嘅運作並唔係咁樣嘅喎。如果你想了解清楚事實，唔想做咗運動，但係其實係走錯咗方向嘅話咧，就記住要聽到最後啦。喺呢度我會舉3個常見嘅案例嚟到解釋點解局部運動係冇辦法直接消耗嗰個部分嘅脂肪嘅咧。第一個嘅案例咁，其實亦都係我一個嘅學生嚟嘅。佢就話佢自己以前咧就嘗試去到做 sit up 去到瘦肚腩，每日咧都去到做大量嘅 sit up 啦，咁希望個肚腩可以減到啦。但係咧做咗有3個月啦，其實都好有恒心啊，3個月都冇乜效果，佢都繼續做3個月。但係咧做完之後咧個肚腩其實都係完全冇乜點樣變細過㗎。咁當然啦，即係佢飲食其實都冇話特別去到節制，但係咧亦都冇特別增加咗嘅，即係都係平時咁樣嘅啫。首先咧做 sit up 其實本身咧係一個嘅肌肉訓練嘅動作嚟嘅。一般人啦，其實一次過做到有60下已經好犀利㗎啦，係咪？但係做60下 sit up，我諗其實都係大約做1分鐘左右啦。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其實身體咧仍然會係優先使用我哋嘅 ATP，即係咧磷酸肌酸啦，同埋肌糖、肝糖去到作為能量，遠遠都未達到用脂肪作為能量嘅有氧運動階段㗎喎。要達到主要用脂肪去到做能量嘅話，起碼都要做到有15分鐘至20分鐘持續嘅運動啦。咁你可唔可以做咁耐嘅 sit up 啊？再者 sit up 呢個動作咧，本身其實最用力嘅位置咧並唔係腹肌嘅喎，其實係髂腰肌，即係一個咧寬屈嘅肌肉嚟嘅。作用係令到我哋企喺度嗰陣時，我哋個腿部咧向上提起，即係我哋遞高腳。腹肌咧喺呢個時候其實極其量只係做緊一個叫做等長收縮嘅作用嘅啫，即係咧令到我哋身體好似成塊平板咁樣固定落嚟。咁所以咧，我哋做一個平板支撐啦，大家可能都有聽過啦，都係做緊腹肌嘅等長收縮動作嘅啫。所以如果真係練邊度瘦邊度係成立嘅話，咁做 sit up 其實都係瘦唔到個肚嘅咯。而有另外一個嘅案例，咁就係咧跑步咧，雖然係用腳嘅，但係發現咗咧，原來手臂嘅脂肪咧都可以減少到嘅喎。咁有啲人講啦，咁其實喺跑步嘅時候輕鬆跑30分鐘啦，至到輕微出汗啊，咁係咪咧就可以瘦到對腳咧？答案當然唔止係啦。跑步嘅時候咧，的確主要會係用到下半身，而上半身咧會係隨住我哋下肢咧嘅擺動去到一齊參與嘅。但係咧啲跑手啦，我哋見到啲研究指出，其實佢哋嘅手臂咧係一樣會瘦落嚟嘅喎，喺跑步之後。其實係由於跑步嗰陣時，全身嘅脂肪咧都會同時被動用嘅，所以即使做跑步嘅運動，但係咧手臂嘅脂肪咧都會係可以一齊減少嘅。咁樣就證明咗消脂咧唔係局部，而係全身性嘅。咁而家我哋做運動其實都好多好科學化嘅方式㗎啦。咁所以咧，我又從科學化一啲嘅理據去到講解啦。咁人體咧其實就唔係會因為你去到訓練邊個位置，就會優先消耗嗰個部位嘅脂肪嘅。脂肪嘅分解同埋利用係受荷爾蒙同埋血液循環去到控制嘅喎，而唔係單靠肌肉收縮嘅。
當你喺運動嘅時候啦，又或者係血糖降低嘅時候，腎上腺素、正腎上腺素同埋升糖素呢一啲嘅荷爾蒙咧都會被釋放出嚟嘅。咁喺呢一啲荷爾蒙咧會同脂肪嘅細胞上面嘅受體結合啦，活化咗一種叫做荷爾蒙敏感性嘅脂肪酶，呢一種咧係酵素嚟嘅 enzyme 嚟嘅。進而咧將呢個嘅三酸甘油脂啦，即係我哋嘅脂肪啦，去到分解。咁換句話說，即係話咧，你喺做運動嘅時候，身體係會將血液入面嘅能量去到攞嚟用嘅。咁但係呢一啲嘅能量係由邊一個身體部位攞嚟嘅咧？呢個咧其實就係受基因去到決定嘅，就係受一種叫做 LPL 脂蛋白脂肪酶嘅作用去到決定嘅。其實呢一種咧 LPL 咧，佢就好似係身體入邊一啲嘅脂肪分解工，佢係負責處理血液入面嘅脂肪啦。咁特別係三酸甘油脂，將佢哋咧分解成游離嘅脂肪酸啦，同埋甘油。等身體咧可以用咗去，又或者係儲存起嚟嘅。而我哋某一個部位入邊嘅 LPL 嘅數量如果越多嘅話，咁就會令到嗰個部位更加容易堆積脂肪噶啦。呢度亦都係講解到咧點解會有啲人咧係特別容易肥到，可能係大髀啊或者肚腩啊，咁就係因為基因咧令到嗰個部位嘅 LPL 數量比較多嘅原因。不過其實都唔淨係睇 LPL 有幾多嘅，仲要睇活唔活躍嘅。例如喺食咗嘢之後，胰島素咧其實係會令到脂肪組織入邊嘅 LPL 活性咧係會提高嘅。優先會將脂肪擺去嗰個部位度儲存。所以以儲存脂肪嚟講嘅話啦，男性嘅腹部咧 LPL 嘅數量同埋活性其實都會係比較高嘅，所以咧就會比較容易形成到大肚腩啦。而女性咧就會係大腿啊、臀部呢啲位置嘅 LPL 咧就會係比較多啦，更加容易令到下半身嘅脂肪囤積嘅。呢個亦都係講解點解有啲人話先天嘅體質咧就決定咗你容易肥咩位㗎啦。最後我哋總結一下，所以局部嘅肌肉訓練其實就唔可以咧直接去到減去運動部位嘅脂肪嘅，佢只係可以鍛鍊到嗰個部位嘅肌肉啦。脂肪減少嘅順序咧，其實主要都係由基因啦同埋 LPL 嘅作用去到決定，而唔係你想瘦邊度就瘦邊度嘅喎。正確嘅做法咧就係透過全身性嘅運動，例如跑步啊，或者係踩單車呢一類型嘅帶氧運動。再加上肌肉嘅訓練，提升身體嘅新陳代謝，再配合埋飲食嘅控制，製造咗能量嘅缺口同埋赤字，脂肪咧就會慢慢消耗同埋減少㗎啦。而如果想身體嘅線條靚啲咧，其實淨係減脂肪係冇用嘅，你係需要做一啲嘅局部訓練嚟到咧訓練你嘅肌肉，去到咧雕塑你嘅身形、你嘅線條。而我都有一啲嘅影片咧，係介紹點樣去到訓練肌肉，提升我哋嘅新陳代謝。同時間有一啲嘅 HIIT 嘅訓練方案，大家都可以跟住我去到做嘅。呢個咧就係運用 HIIT 嘅運動後燃機制，喺我哋運動完之後出現嘅一啲嘅消耗脂肪啦、消耗我哋身體能量嘅方法嚟嘅。影片我擺咗喺影片說明欄嘅位置㗎啦，大家有興趣咧可以跟住去一齊去到試下做運動嘅。大家有冇試過執行一啲減肥嘅方法，而喺你自己身上咧有成功嘅例子咧？大家不妨咧喺下邊留言度講下，睇下你係用咩方法去到減肥，而又由幾多磅減到幾多磅咧？大家可以攞出嚟一齊分享下。好啦，今日嘅影片到呢度先，我哋咧下次翻到嚟再見啦，拜拜。